安的冬天潮湿阴冷，日子不好过了。你每天跟老四出门忙活，多穿点衣服。原来你们在这儿猫着呢啊！来看老爷给你们带什么好玩意儿了？嗯，这还有呢，哎，你的，谢小侯爷。你的，你的。 都是上好的段子，夫君真是体贴入微。看来从古至今，女人都一样，看见奢侈品就走动道。哎，男人真是可悲啊！难怪都说女人红颜一笑值千金。幸亏老子如今有点钱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挺贵的玩意儿，别蹭上鼻涕了啊！本来是个大户人家的姑娘，别弄得跟傻妞似的。拿来给我闻闻。 别抢他的啦！有眼光，排下这么好一处店面。是啊，芳心斋这个名字如何？老爷起的。不错，还真是不错。芳心斋。 花露水适合，要不要跟夫人商量商量？姐夫定就定了，跟他商量什么？她可是你的亲姐姐呀。这个老四，怎么从他身上丝毫感受不到唐朝女人的味道？分明就是个小白领，工作狂。难道他也是穿越过来的？夫人，你要困了的话就睡吧。好困乏呀，你们都回去吧。 有什么事明天再商量。姐，你困了就睡你的，我刚让你上西屋商量去。往里点。这夫君忙，二女也忙。我忙完了这一阵子啊，好好陪你啊。咱家现在不短钱用了，这再多的钱也没个盼头。夫君的身子若是忙坏了，妾身和二女的下半辈子还怎么过呀？这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一个好郎君，不如造纸作坊送给公主吧，咱们不要了。别瞎说，公主就贪咱们个小作坊啊？可你想得出来？既然跟人家合作，就好好的跟人家合作，不赚点银子也赚点名声啊。妾身就是一时乱说啊，夫君别往心上去。哎，不过妾身发现二女这丫头对公主好像不太上心，公主每次来她都怪怪的。二女小孩子家的，看生人都这样，瞎想什么呀？那公主一天到晚往咱府上跑，夫君辛苦学的东西全让她录走了，合适吗？你放心，你夫君我肚子里边东西多了去了，就他这个录法也得录个3、5年吧。再想研究明白了，还得个3、5年。那岂不得来个8、9年？这一个女人家8、9年的净往咱府上跑，还是个寡妇，她不怕弄出个飞短流长的？怕什么呀？有什么可怕的？这再说了，8、9年，怎么也得生点情分出来，她不怕撂不开呀？想的太多了。阿女，这回咱生产又得抓紧了。是啊，这下可够咱们忙的了，生产、作坊扩建，还有芳心斋要开业。我就看不上我姐那副嘴脸，不就嫁个好男人吗？美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夫人对你蛮好的，你不应该这样。反正我看不上她。这公主是个俏寡妇，性子好，文采学识都好，就是生了情分也不奇怪。再说了，她的身份进不到咱家来，妾身还不至于顾虑。看把夫君紧张的，躺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坐起来了？没紧张，我躺得累，我坐一会儿歇歇，腰疼。公主的吧，咱家好像没这样的手绢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
我们可能是去山庄的时候给我擦汗，我擦完之后我就给忘了，顺手就揣回来。夫君啊，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撒不了谎，一问什么都揭穿了。我没撒谎，真的没撒谎，紧张什么？没紧张啊。夫君自从得了那场病，就彻底转了性子。起初我还以为是老天爷开了眼，应了妾身许的愿，让我的夫君转了性子。可现在怎么看，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转性子就转性子，人咋还能变呢？妾身就是打个比方，人当然还是原来那个人。不过想来也奇怪，夫君原来顶多就是个娇生惯养的豪门弟子，读书写字，顶多做个歪师什么的，也都是个半吊子。你说要是府上传下来的，那老太爷当年那么大的能耐，也没让哪个公主看上，还一天到晚的往咱家里跑。这照夫君的话说，学个3、5年，录个3、5年，那岂不是得从娘胎里就开始学了？哎呀，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还不是都让你气的。该想起来的都想不起来了，不该想起来的都出来了，就怪你没事老往庙里跑，歪门邪道的瞎求啥？那还不好，改明我再去求，给我的夫君啊多求个几10年的本事。等下公主来，把这手绢还给她。哎，啊什么啊？什么都瞒着妾身，只怕公主的心里都比妾身清楚吧？不是，你说她公主能知道啥呀？这公主无非就是想从我这搬点知识，搬点学问走。起初是搬学问，然后就是搬心，这多久搬人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夫人，怎么了？该不是着凉了吧？一定是被二女传染了。这天啊，一天比一天凉，再旺的炉子，恐怕也解不了寒了。这怎么行？我堂堂侯府，怎么可能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？夫人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解决了。瞧夫君说的，这老天爷定下的，夫君还能改天换地不成？哎，这么大点事儿就别惊动老天爷了。哎，那个东厢房是不是还空着呢？还不是因为夫君当初夜夜不归，妾身无可奈何才搬过去的。现如今夫君夜夜陪伴，妾身才不愿意过去独守空房呢。往事不堪回首啊，夫人就不要再揭旧伤疤了。赶明儿我就叫人赶紧把东厢房给我修个火炕，到时候今年冬天咱们都搬进去。怎么又去东厢房啊？不去，我心里有阴影。夫人现在说不去为时尚早了，到时候那火炕修好了，你一进去我就怕你不想出来，到时候阴影化作艳阳天。哎，这怎么还越来越严重了？要不要我找周大夫给你看看？这打喷嚏是小事儿，常言说得好，一想二骂三惦记。这会儿是有人在惦记夫君肚里的学问呢。哎呦，你就别乱想了好不好？怎么越说越邪乎了？我心里只有你跟二女，对公主无非就是个好感。前些日子从老四那儿拿了好多糖过来，现在秋天了，雨水也多，想必都受潮了。夫人昨天吩咐过了，让你把这些糖做成寿糖，现在赶着用呢，快去弄吧。是。把这片里边所有的人都让他们上那边住去，不要在这边了。哎呀，到时候都要夷为平。哎，走，哎，回来。你这拿的什么呀？哦，这是白糖，受了潮的。夫人说把它做成寿糖。寿糖？什么是寿糖？寿糖就是把糖熬化，然后把它倒在刻着动物的模子里，倒出来的那个糖啊，就变成小动物的样子了。这个是大户人家过年的时候上席显摆用的。显摆用的？哎，这张胜家的糖放在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熬糖、糖浆、糖葫芦，太聪明了。糖葫芦是什么？哎，
你回头啊，把秦玉送过来的那些红果都收拾干净了，老爷我给你们做好吃的，啊。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，火焰已经燃烧我的心窝。哎，你们俩呀，把这堆土坯一会儿给我到那边砌成长方台烧干，然后留下孔道跟烟囱相通，明白吗？你看我一猜你们就不明白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来吧，就照着这个砌。小侯爷，这台子得砌多大呀？能砌多大砌多大，把这面给我砌满了。孔道留多大？这么大？这么大吧？这么大。好了，你们砌吧，我一会儿来检查。砌满了。好。二女，你这干嘛呢？老爷吩咐的。干得好。老四啊，你把这个熬成糖稀啊，把这个糖什么啊，熬糖稀啊。小蝶。小侯爷。一会儿弄那个竹签子，要比羊肉串那个签子长的，把这个都洗干净了是吧？嗯。到时候都穿上，自己愿意穿几个穿几个。好，是。哎呀，熬糖稀，我来。能放吗？哎呀，这就是大火炕啊！干什么用的？我不知道啊。小侯爷说这上面能睡人，而且能睡好几个呢。何时能烧干？使劲烧吧，烧干了算去，是吧？真他娘的热！哎，别顾你自己个儿，你看我这都成什么样了？你给我来一碗啊！你还别说，咱那个小侯爷呀，那对夫人真是没话说啊！人要星星给星星，要月亮给月亮，整个长安城有的没的，只要夫人们一句话，小侯爷都是在所不辞，是吧？这就是爱情。哎呀，你这个佛门弟子哪里懂得什么情情爱爱？难怪被逐出了少林，感情是那心术不正。我他娘抽你！慢，出家人，我佛慈悲，大慈大悲。阿弥陀佛。好兄弟，哎，告诉我，到底这爱情是什么呢？和有情人做快乐事。我勒个擦！8个字！我靠，你居然多说了仨字儿！我靠，佛祖显灵了！我靠，你居然破5了！怎么越来越热？那必须的！一说到爱情，整间屋子都火烧火燎的，连我也搔首难耐。火炕，大火炕，嘿，栓子，二娘子，嘿，火炕烧着了，过火了！差不多了，二女，把红果拿来。这样，先拿2个，一蘸。好，你先拿出去晾晾，给它冻好了再说。小侯爷，后院起火了！起火了！小侯爷就在这儿，你看，啊，这么大烟，啊，我让你们烧炕，谁让你们放火呀？我哪知道啊！
二娘子呢？二娘子在里边呢，在里边呢。二娘子，哦，啊，哎，小侯爷实在，哎呦，还疼有脸叫，赶紧担水救火呀！是。哎呀，可愁死我了！慢点儿。哎，放到这儿就行了。好嘞，夫人。二女，正了吗？行，放好了就下去吧。把脸赶紧洗了，看着怪难受的。夫君啊，冬天就睡这儿吗？这么大，能睡吗？怎么不能睡啊？头发长见识短。哎，算了，这个朝代用头发长短是分不清男女的。当然能睡啦，你睡睡就知道了，又暖又舒服。关键是大，可以随便过。夫君，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占地方，一会儿没你地儿了。啊？我说他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床大呀，再睡个3个人还能翻跟头呢，也不能让他一个小丫头在外边冻着呀。小侯爷夫人，哎，你睡中间。咋了？还以为你放屁了呢。四爷兄，好久。你怎么不进去啊？走。小蝶。哦，小侯爷，小公爷，让秦小公爷考手。哎，哎，考。这烟熏火燎的，你还受得了吧？子豪兄，小弟今日过来，特地给您辞行的，后日就要随大军开拔，赶赴陇右了。怎么？要从禁军抽调人马？百济与漠河联兵入侵新罗，刻日间就失了30余城。新罗贞德女王撰写了《太平颂》，亲自刺绣承献大唐，祈求救援。皇上才决定派出援军。真的要打仗？昨日接到的消息，左武卫大将军已经动手了。这次抽调了关内9支府兵来加强陇右的兵力，以防吐蕃趁火打劫。子豪兄，小弟要赶快回去收拾东西，就此别过了。哎，等等，四爷兄，兵者，国之凶也。伪战，然战则必胜。切莫心存善良，给敌人可乘之机。小弟谨遵教诲。高丽已经被太宗打残了，如今朝鲜半岛就剩下百济这根鱼刺。对于养息多年的大唐来说，只要拔除这根刺，就能顺利地把朝鲜半岛握在手心。这次百济与漠河联兵入侵新罗，对于皇上来说，正是瞌睡送上热枕头。子豪盘下的门店令花露水的生产和销售更上一层楼，王家日进斗金。下一集，子豪冒充军事专家，3言2语就灭了高丽，屌丝再次迸发耀眼光芒，连皇帝都震惊了。皇兄的意思是，加封右武卫陆氏参军，让他入朝为官。